今日嘅440尺單位就帶大家由玄關試置櫃開始睇起。白色試置櫃係中空位用淺色木紋板做點綴，整個設計乾淨通透。側面有個3層式滑動暗櫃，專門用來擺居家拖鞋，方便出入門口嘅時候更換。上層櫃底配咗暖白色燈帶，牆身嘅滑軌式電掣可以隨意配合小家電擺放位置。2隻油納臂吊櫃，仲特別整咗個寵物休憩區。客廳有一面到頂嘅白色簡約電視櫃，頂部同底層有儲物櫃，左右兩邊各有4層開放架分類同做擺設。正下方設計咗個收電掣位，令電視牆睇起來更整潔。再來帶大家睇埋玄關右側嘅廚房。廚房改咗半開放式 L 型格局，使用上有更加充足嘅活動空間。新盤對上加裝咗玻璃碗碟收納架，抽油煙機位配合電磁爐改咗喺中間。吊櫃分層配合喉管設計，美觀又實用。返到來客廳就同大家逐一睇下睡房。3尺半床連4個獨立櫃桶，其他部分業主就靠後期軟裝。第2間睡房空間再大啲，不過床就未到，影唔到俾大家睇。靠牆做咗白色雙門衣櫃，底部配4個獨立抽屜，可以分類衣物。浴室同樣改咗灰白色木門，同樣嘅白色浴室鏡櫃連開放架，石英石一體洗手盆，浴室沖涼同馬桶位再用咗 PD 門分隔，隔水之餘就算有人沖緊涼，其他人都可以喺外面用洗手盆啦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3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